賴總統迎520就職週年國台辦批，製造台海危機，兩岸和平破壞者。中華民國總統賴清德將於5月20日迎來就職週年。今14日，大陸國台辦發言人陳斌華在例行記者會上表示，賴清德近1年不斷升高兩岸對立，破壞台海穩定，證實其為兩岸和平破壞者、台海危機製造者，並提出，只要認同9·2共識，那兩岸就可以展開協商和對談。陳斌華在記者會上就賴清德即將就職1週年進行評論，指出自上任以來，賴清德不斷製造兩岸對立，試圖分裂人民情感，尤其違背島內台灣主流民意。佢不承認9·2共識，頑固堅持台獨立場。最嚴重的就是操弄反中情結，製造綠色恐怖，讓兩岸人民無法正常交流往來。國台辦評價賴清德的所作所為都在推升兩岸對立，充分證實其破壞台海穩定，是兩岸和平破壞者。此外，陳斌華也指控賴總統打着民主對抗威權的名號，蠱惑台灣民眾，製造綠色恐怖，毫無理由的要傳島、台灣一心反中，阻撓交流。對於賴清德接受日本經濟新聞專訪提及，願意在平等且有尊嚴的情況下與中國交流合作，陳斌華說道，只要堅守9·2共識，認同兩岸同屬一個中國，那兩岸就可以展開協商和對談。